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Fitbox 嘅 CBO 啊！今日嚟到我哋元朗嘅分店，呢次真係半賣半送，志在清貨。呢部連健身室都用緊嘅動感單車，原價5888蚊，今日4折送到你屋企。動感單車同一般健身單車最大嘅分別，就係佢有個好重嘅鐵餅，形成慣性阻力，俾到你公路單車嘅感覺。好多健身室都會用呢種單車去做一啲 group training，因為佢坐喺度定企喺度踩都得，好啱要嚟做啲高強度嘅訓練。而呢部 Reebok 嘅動感單車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用咗單車鏈，而唔係用皮帶去帶動個鐵餅。個鐵餅仲有成14 kg 咁重，踩落去嘅感覺就更接近專業嘅公路單車。而無論佢嘅全方位手柄定係佢個座位都可以靈活調校，任何身形嘅單車手都啱踩。加埋呢個無段調速同埋一鍵剎車功能，無論係新手定係專業車手都得心應手。最方便嘅地方就係佢唔使插電，中意擺喺任何地方都得。呢部動感單車我哋過去幾年已經賣咗成幾百部，而家剩翻最後10部。呢次哭泣星期4，我哋就將佢攞晒出嚟回饋 fans， 原價5888蚊，而家4折2388蚊就可以帶翻屋企，買晒就拜拜，係咁。